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特朗普的关税战、贸易战。最近官方媒体报道说，美方多次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想谈，中方正在评估是否和美方谈。这个是央视新闻报道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对话磋商情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呢，说近期美方多次表示正与中方就经贸问题进行谈判，并会达成协议。请问商务部对此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和评论？商务部说中方注意到美方高层多次表态，表示愿与中方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同时，美方近期通过相关方面多次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中方谈起来。对此，中方正在进行评估。这个表态非常意味深长。特朗普不说了吗？他等大国给他打电话，结果还是等住，没等来这个电话，又熬不住了，只好自己通过多种渠道多次向中方传递信息。这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是特朗普自己耗不住了，本来是等着大国打电话，他借坡下驴，结果大国就是不给他下台阶，就是不打这个电话，搞得特朗普自己主动的向中方传递信息。这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中方正在评估，什么意思？也就是准备要接招，要谈，比较委婉的表达这个意思。大家看视频。美方近期通过相关方面多次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与中方谈起来。对此，中方正在进行评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立场始终如一，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关税战、贸易战是由美方单方发起的，美方想谈就应该拿出谈的诚意，要在纠正错误做法、取消单边加征关税等问题上做好准备，拿出行动。中方立场始终如一，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关税战、贸易战是由美方单方发起的，美方想谈就应拿出谈的诚意，要在纠正错误做法、取消单边加征关税等问题上做好准备，拿出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试图以谈为幌子，搞胁迫讹诈，在中方这里是行不通的。特朗普的执政100天，他的执政的特点，他的这种诡辩，对吧？这个叫多变，朝令夕改，没有心理负担，大家都已经领教了。所以特朗普现在表现出这种想谈，到底是真心实意的，还是说只是一个策略，确实也不好说。新加坡联合早报他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国官媒称美国多渠道主动接触北京，但是学者说不代表特朗普政府愿意让步。我想这个判断是正确，就是特朗普他一会儿要跟你谈，一会儿不谈，一会儿又恐吓威胁啊，一会儿又说软话，这都是他的一种策略，或者他的一种语言风格，他的做事行为风格，他这个商人的一种底色，但是不代表他就准备跟你让步。联合早报说，他说受访学者指出，这并不代表华盛顿有意在关税战中让步，而北京目前则倾向于将谈判拖至更有利时机，但中国也意识到无法长期拖延，预计中美将在3至6个月内重返谈判桌。这个谈判也有技巧，拖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再谈。贝森特好像今天也是美国时间夜里，他又对记者说他认为应该是中国要降低关税，中国应该主动的来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中国现在经济正是疲软，正在走弱，所以他认为你中国有理由应该赶紧过来谈。联合早报说，他说中国央视旗下的新媒体玉苑堂天星期四就5月1号引述消息人士称，近一段时间美国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中国接触，希望与中国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文章分析，美国目前更急于推动谈判，因为特朗普政府正承受来自经济和舆论的多重压力，急需在关税问题上寻求突破，重新营造美国赢了的叙事。此外，特朗普试图通过释放中国急于找美国谈判的信号，对其他谈判对手施压，迫使他们向美国让渡更多利益。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美国已深切感受到贸易战带来的反效应，包括股市波动、通胀上涨和供应链紧张等问题，这促使特朗普政府不断释放对华缓和信号。然而，吴新博和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蒙皆认为，这并不代表美国愿意在谈判中让步。沈蒙指出，美国仍希望通过谈判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协议，而中国态度强硬，是因为已看透特朗普胆小鬼博弈的谈判策略，因此中国更倾向将谈判
缓拖至更有利时机，以掌握更多筹码。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称，北京不急于同华盛顿展开关税谈判，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分歧太大，北京在观察哪个阵营会占上风，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应对为期90天的关税暂停令。也就是拖，跟这90天过了，你特朗普还有什么招？这也是一个办法。报道称，特朗普3位主要贸易顾问在对华政策上存在显著分歧，其中纳瓦罗和莱特希泽以强烈的保护主义立场和推动中美脱钩而闻名，而财长贝森特则倾向于通过达成协议实现贸易体系再平衡。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受访时指出，特朗普团队内部分歧使中国担心谈判结果难以落实，因而不愿意轻启谈判，谈出的结果可能没人去遵守，中国也不愿意把它当成儿戏。北京此前一再否认与华盛顿进行关税磋商或谈判，并要求在任何谈判之前必须相互尊重并取消所有单边关税。这个央视旗下的叫玉渊谈天星期四在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中国立场，强调在美国未采取实质性举措前，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谈判的开始。这个代表官方的一种声音。不过说文章并未完全关闭谈判大门，而是为双方互动留有余地，称美国如果希望同中国接触，现阶段对中国来说也没有坏处，中方需要观察甚至逼出美方的真实意图，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称，中美之间相互加征高关税，必须降级才能开启谈判。吴兴博分析说，中国在这场由美国发起的关税战中准备更充分，承受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因此不太可能轻易让步。中美一旦展开谈判，北京将力争掌握主导权，什么时候谈，谈什么，怎么谈，都要由中国来定。但沈萌认为，中国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继续拖延，中美双方都知道对方没有那么多筹码，现在就看谁能撑到对方先让步。那这个支持中方的专家，他的底气来自哪里呢？他的底气就来自于吃草也能撑3年。你要拼这个，那似乎美国不行，美国肯定要让步。至于双方能撑到何时，顾清扬研判说，中美都面临国内政治压力，预计双方将在3至6个月内重返谈判桌。这里面又要说到一个特朗普，应该前2天特朗普在他的内阁会议上接受记者采访，他又说了，美国孩子只能有2个玩具了，而不是30个。关税战可能会很快导致美国商店里一些货架比往常更空荡，特别是玩具店。近日说，贸易组织美国玩具协会对400多家媒体进行了调查，其中近一半表示关税将使他们在几个月内破产。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市场上90%的圣诞商品和80%的玩具来自中国工厂。纽约时报直言，面对成本飙升，美国主要制造商和零售商正暂停包括圣诞季在内的假日购物季订单。大家看视频后承认，关税战可能很快就会导致美国商店里的一些货架比往常更空荡，特别是玩具店。Somebody said, "Oh, the shelves are going to be open." Well, maybe the children will have 2 dolls instead of 30 dolls, and maybe the 2 dolls will cost a couple of bucks more than they would normally. 纽约时报讽刺道，美国的孩子们被告知，为了更大的利益，今年他们只能将就着拥有更少的玩具。这话听上去令人不快且实诚，竟然出自亿万富翁、加密货币推销员、高尔夫俱乐部经营者以及在纽约和棕榈滩岛拥有大厦和庄园的特朗普之口，而围坐在他周围的内阁幕僚也全是富翁。近日，贸易组织美国玩具协会对400多家媒体进行了调查，其中近一半表示，关税将使他们在几个月内破产。Well, it sort of stopped us in our tracks. Between April 2nd and April 9th, we basically stopped all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we stopped as much shipping as we could. 19 shipments, unfortunately, got out, raising the cost for those shipments from about $15,000 in duties last year to about $1 million this year for missing it by 1 day. 美媒报道称，美国市场上90%的圣诞商品和近80%的玩具产自中国工厂。纽约时报直言，面对成本飙升，美国主要制造商和零售商正暂停包括圣诞季在内的假日购物季订单。
美国玩具协会首席执行官格雷格·埃亨警告，现在供应链冻结危及圣诞购物季，如果不尽快开始生产，届时很有可能出现玩具短缺。Well, it's probably 30 to 40% of our annual revenue for the whole industry. It's a massive source of when we make our profits. And that goes further. It also is a massive source of the necessary revenue and profits for your neighborhood stores, national retail chains, and so on. The whole economy revolves around the torrent of buying that goes at Christmas. That's how people get their jobs. So no products, the revenue is going to fall,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 price to be paid soon. He said, we have to take our medicine. We're not taking medicine here. We're taking 这个不管怎么说，对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来说，都是个压力。谁能想到这个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第一批受害者需要买单的，居然是美国的小朋友、美国的未来啊、美国的花朵啊，他们的童年留下了阴影。这不是开玩笑的。过去那美国的小孩，那玩具是想买就买，很便宜。特朗普说了，30个玩具，但是现在不行了。特朗普说，你只能玩2个玩具了，而且这2个玩具也不便宜，很贵，让美国的小朋友承受代价。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这特朗普自己承认，这只是玩具一个行业，难道受影响的难道只有玩具吗？对吧？恐怕还有其他的，这是方方面面。但是我一想到这是美国人要付出的代价，那大国人付出什么代价呢？真的像媒体说的那样，我们不疼，我们无所谓。实际上，贸易战只要一开战，就像其他的战争一样，哪怕是热战，只要一开战，那咱们肯定是赢，无非就是赢多少次的问题，是不是赢麻了？是不是360度无死角的赢？这原因有2个，一个赢的标准在你手上，什么叫赢，对吧？这个标准。第2个就是宣传，反正是赢了。最近这个媒体都在宣传那些外贸企业，要么是怎么样把这个市场从美国转移到欧洲，转移到非洲，转移到南美洲，实现的业绩不仅没有降，反而升，都是这种宣传嘛。要么说外贸转内销，把美国市场卖的东西在国内卖，也是取得了不菲的成绩，都是这种宣传，打肿脸充胖子。甚至还有很多专家出来说，咱们手上还有核弹，还有更多的武器，杀手锏没用，略施2招已经让特朗普屁滚尿流，怂了。要用杀手锏，那特朗普更完蛋。这种宣传战，实际上你说有没有必要？有的时候也有必要，对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上头，不要当真。最近很多专家说，咱们还有很多杀手锏没用，还有很多绝招没用，一用那美国特朗普及其小集团根本就承受不了。那我在想，你有没有一些杀手锏，一些什么措施能让国内的经济得到提振？你分分钟就能让美国跪一下，那为什么你不能分分钟让经济好起来，或者让韭菜收入能够显著提高，对吧？让韭菜能找到工作，让韭菜有工作的能够升职加薪。战胜美国容易，但是搞定自己难，提高自己难。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提高自己，这个不是你宣传就能做到的，因为大家都深有感触，大家都身处其中，好坏大家深有体会。打败美国这个怎么说？说打败了就是打败了，你也没法验证。你可以说美国受了内伤，对吧？就像传武比赛一样，对手反正都是内伤，看不出来。但实际上我在观察，官方已经在转弯，对吧？有的时候调子起得太高，自己下不来，这一点比特朗普相比没有优势。特朗普他无所谓，特朗普他不内耗，特朗普他不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那种人，所以他早上改晚上改无所谓，恰恰体现在朝令夕改上面。实际上那我们要跟特朗普打交道，也得适应这一点，也得灵活多变。所以你看前2天外交部不是搞了一个叫什么叫不跪的视频吗？我记得我在一个节目里也转发了那个不跪视频，好像一共是2分多钟。那个视频开头以台风眼为比喻，形容美国掀起了全球关税风暴，对吧？就像暗藏杀机的台风眼，并且说向霸权低头就如饮鸩止渴，只能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并且举例子说美国打击日本半导体企业和法国的工业巨头阿尔斯通为例，历史再次证明妥协退让难求网开一面，卑躬屈膝终至步步紧逼。他那个视频拍得不错，不知道是外包的还是应该是外包，他们自己不应该养个团队做视频。我记得视频接着强调说，中国不跪，因为我们深知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成，以妥协求合作则合作亡。中国不退弱国的声音就有人倾听，霸权的欺凌就有人阻挡，世界的公理就有人守护。视频还向其他国家喊话，当世界同舟共济，美国就只是一只小船孤篷。也就是
我们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那美国就变成一个小国家了，并且暗示告诉其他国家说美国没有诚信，可能出尔反尔，待价而沽。黑夜之黑，更显星光璀璨，总要有人站出来高置火炬，劈开迷雾，照亮前路。但美国国家都停止激亮，世界必将冲破霸权的高墙。这是上一周咱们把中美关税战、贸易战定调为国际经贸斗争后，发起了新一波的舆论攻势。外交部发的这玩意不，当然了，他肯定也给国内看的，但是他主要受众其实不是国内啊，对吧？外交部发这玩意，它主要受众是面向其他国家的，所以他发了一个中文版和英文版2个版本。但是他在国内引起的反响肯定比国际上更大。这个向中国民众展示官方与美国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视频引起国内网友的这个热议。但是也有网友对提意见，说这个不贵，这个视频这个标题没起好，认为讨论贵与不贵有点气短，应该想办法让美国贵。所以我在这里面说一下，外交部的这个不贵这个视频，一方面表明一个立场，也就是号召其他的小国啊先稳住，跟美国谈关税要博弈，美国出尔反尔，对吧？也有可能说话不算数，对吧？先不要急着这答应特朗普那些漫天要价的条件，要稳住，以斗争求和平啊，这和平层。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实际上一方面是鼓励这其他国家要稳住，我觉得更多的是咱们的一种转弯。贸易战、关税战，咱们这边也在转弯，这个弯不能转得太大，转得太大，很多人跟不上。为什么叫转弯？对，大家记得吧？特朗普发起关税战、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就4月初的时候，那咱们的态度叫奉陪到底，坚决给他怼回去。你加50%，我也反过来给你加50%。然后是我们的策略，什么叫谈大门打开，打奉陪到底，不就这意思吗？但是你看现在外交部的叫不贵这个视频，它非常意味在里面，也就是他小小的转了个弯。我记得李大钊还说咱们股市马上要走不贵牛，你说说不贵还能走牛市，不贵牛，这个不贵和奉陪到底实际上就是转了个小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中间的差别。奉陪到底我就给你干到底，不贵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贵我保持我的尊严，我保证我的利益，我愿意跟你谈，我就不跪着就行。不跪着意味着不一定要对抗啊，那奉陪到底就是对抗，你戳我一下我就戳你，一定反击回去。不跪什么意思呢？不跪就是说我只要保证我的利益，对吧？我只要保持我的尊严就行了，我不跪一下。那言下之意就是我可以谈，不一定要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了。所以正能量网友咱们发现这个标题起的有问题，就不跪，你感觉好像气势短了一点，应该给他打回去。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官方的一种态度在转弯，也就预示着中美之间贸易谈判马上就要开始，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咱也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很快。在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呼喊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些回馈的信号，中方愿意谈，就这意思。实际上两国都不停的在宣传，中方也在宣传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但是忽略很多人从情感需要爽就行，至于什么赢家不赢家的谁买单他不在乎。实际上政府一直说贸易战没有赢家，那言下之意就是你只要打贸易战我们一定会惨，叫双输。所以说大家的心知肚明，旷日持久的关税战只会两败俱伤一个结果。那现在制造声势，摆出各种姿态，都是为谈判积累筹码，也就是博弈中多积累对自己有利的筹码而已，以一个胜利者的这个姿态、这个气势走向谈判桌，来争取更大的利益。我们不光要看到特朗普在这个叫谁先眨眼的这个游戏里面，特朗普是不停的在眨眼了，对吧？要不然他不可能释放这么多信号啊。但实际上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这个宣传上面非常强硬，但实际上你操作里面是不是一直在松动？咱们有媒体报道正在考虑免除医疗设备、航空零部件、乙烷等美国商品的关税。关于贸易战、关税战对就业、对企业市场和预期产生的冲击也在考虑之内，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吃草能扛3年。所以说在特朗普发起美国解放日，就是叫对等关税战正好1个月，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现在有了缓和的迹象，从双方都不谈都较着劲的，现在互相试探，一个说你们应该谈，一个说你先把关税降了咱们就谈，总之已经开始叫相向而行。我们也希望看到有积极的进展，毕竟这个两败俱伤的事情，最终买单的都是双方的韭菜，所以早一点达成一致，双方的韭菜就少受点苦。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